香港呢個開放又傳奇嘅社會，豪門故事就好似繁星咁引人注目。2008年一場低調嘅婚禮喺香港名流圈激起千層浪，主角就係地產大亨羅康瑞同剛剛離開霍家嘅朱玲玲，佢哋嘅結合引發咗好多風波，外界議論紛紛。呢個故事要由1977年嘅盛夏講起。嗰年19歲嘅朱玲玲參加香港小姐選美大賽，着住白雲襟嘅禮服走上港姐舞台，一襲白裙眉眼靈動之中透住倔強，就好似一陣清風吹入咗香港上流圈。佢輕輕鬆鬆就攞咗香港小姐冠軍，仲同時獲得咗最上鏡小姐頭銜，成為咗當年唯一嘅雙料港姐得主，風頭一時無兩。呢個時候，霍震霆同羅康瑞都拜倒喺佢嘅石榴裙下。羅康瑞剛剛從海外返嚟，雖然係九龍倉嘅太子爺，但係好沉穩低調，一心撲喺地產同擴張事業度，對朱玲玲一見鍾情，但係冇行動，只喺圈入面默默關注住佢。而霍震霆出身顯赫，性格果斷，風度翩翩，好有掌控力。見到朱玲玲初初入娛樂圈，面對媒體同複雜人物手忙腳亂，佢毫不猶豫就出手相助。喺嗰個紙醉金迷但又權力森嚴嘅時代，霍震霆嘅出現就好似一個避風港灣，朱玲玲好難抵擋佢成熟自信嘅魅力。加上霍家嘅顯赫背景，佢哋相識唔夠9個月就攜手步入咗婚姻殿堂。婚禮轟動一時，豪華宴席擺咗足足360圍，香港差唔多半個名流圈都齊聚。媒體形容呢場係可以吸得起皇室嘅世紀婚禮。朱玲玲由港姐一躍成為咗霍家新娘，嫁入咗3代積累嘅商業帝國，成為咗人人羨慕嘅豪門範本。但係喺鎂光燈照唔到嘅地方，羅康瑞獨自坐喺窗邊，望住新聞頭條度。佢身穿嫁妝嘅模樣，默默冇出聲。佢知道從此之後，呢個令佢一見傾心嘅女仔就要站喺另一個男人嘅身邊啦。而朱玲玲嘅豪門童話並非一帆風順，佢同佢嘅故事都仲遠未真正結束。嫁入霍家，朱玲玲唔單止係換咗高定婚紗，住入別墅，更加係由一個自由獨立嘅女仔轉身成為咗呢個龐大家族嘅門面同制度承載者。婚後冇幾耐，20歲嘅佢就懷咗 BB。1979年為霍家誕下長孫霍啟剛，全港媒體鋪天蓋地報道，佢嘅名字都由港姐變成咗霍家主母。而呢只係佢被馴化嘅開始，霍家上下嘅目光無聲咁話俾佢知，從此佢就係霍家嘅人，身影只可以出現喺家庭聚會同慈善宴會上。霍家主母唔可以拋頭露面，呢句冇寫入婚前協議嘅家規，成為咗佢冇辦法掙脫嘅枷鎖。佢逐漸放下咗港姐時期嘅夢想，將全部時間同心力投入到相夫教子度。1983年，佢誕下次子霍啟山，5年後又子霍啟仁。喺外人眼度，佢就係標準嘅豪門主婦，賢良溫婉，玉指有方，穿戴得體，言語得當。但係只有佢自己知道，隨住 BB 漸漸長大，佢嗰顆被壓抑咗多年嘅闖蕩之心開始慢慢覺醒。1991年，佢巧巧開咗一間首飾店，本以為只係一次溫和嘅自我找回，卻掀起咗媒體嘅大肆報道。報紙頭條寫住霍家辛苦創業做生意，霍英東態度成謎，一時間外界取測不斷甚至質疑霍家就係咪家道中落。呢件普通小事就因為佢嘅身份被放大成一場豪門公關危機。霍震霆極為震怒，婚後以嚟第一次同佢爆發激烈爭吵。佢冇辦法容忍老婆私自拋頭露面，更加接受唔到霍家嘅面子，被咁拿來議論。而朱玲玲百口莫辯，佢只不過想搵返啲人生嘅主動權。呢場爭執最終以朱玲玲選擇讓步告終。佢關咗首飾店，對外沉默，對內隱約，好似以前咁做過體面嘅霍家主母。但係從嗰日開始，佢意識到呢個金光閃閃嘅霍家根本唔係佢可以真正掌控嘅人生。喺豪門婚姻島裂痕唔係一夜之間崩塌嘅，
而係多年隱忍之後嘅一次徹底決堤。2000年，霍震霆同廣東某電視台主持人侯玉平被影到密會，朱玲玲再次被推上輿論風口浪尖。呢一次佢冇再退讓沉默，或者聽從霍家所謂顧全大局嘅安排，佢冇爭吵，冇撕破臉，只係靜靜咁收拾好行李。喺一個深夜，帶住年僅12歲嘅幼子霍啟仁搬出咗住咗20幾年嘅霍家老宅。對霍家咁喺政商兩界極具影響力嘅家族嚟講，呢種家族內訌幾乎等同於形象危機。畢竟霍家一生經營嘅家國面子，最怕就係被媒體放大成家風混亂。果然，次日香港報章全都係醒目嘅標題：霍震霆、朱玲玲分居，霍家已陷入內亂。朱玲玲出走，各路媒體窮追猛打，霍家股價甚至一度小幅波動。見到局勢失控，霍震霆嘅父親霍英東唔得唔親自出面調停，佢以霍家大家長嘅身份懇求朱玲玲返嚟挽留呢場豪滿婚姻嘅最後體面。面對老爺親自出馬，朱玲玲暫時返嚟咗霍家，但係佢心入面清楚，夫妻之間破鏡中難圓，哪怕再粉飾太平，都掩飾唔住嗰啲已經冷卻嘅裂痕。此後幾年，佢好似完成咗一場理智性嘅告別，將霍家祖母最後嘅職責履行得滴水不漏。直到2005年，佢終於開口提出離婚。令人驚訝嘅係，呢位被譽為最有教養嘅前豪門太太，竟然主動選擇淨身出門，冇爭奪財產，冇訴諸法律，甚至放棄根據婚姻法可以分得嘅50%夫妻共同財產。霍震霆當時身家超過66億港元，而朱玲玲卻冇要佢一分錢。佢俾嘅理由令人動容，佢話：我賺嘅每一分，最終都係兒子嘅未來資產。唔如體面咁轉身保住最後嘅尊嚴。仲記得嗰個同霍震霆同時愛上朱玲玲，但係黯然退場嘅男人嗎？就係羅康瑞，香港頂級富豪羅氏家族嘅掌門人，又以東方智慧震撼華爾街嘅商業傳奇。1948年，羅康瑞出生喺權勢顯赫嘅羅家，含住金鑰匙出世，注定前途無量。但係邊個可以任到呢位好似一出生就贏喺起跑線上嘅富家子弟，卻係打壓式教育者嘅親歷者。10歲嗰年，佢被父親送去澳洲留學。當時嘅佢雖然出身豪門，但係袋入面冇錢，連一張機票都負擔唔起，只能夠孤身登上貨輪漂洋過海去讀書。喺異國他鄉，佢受盡冷眼同嘲笑，但係嗰段顛簸嘅旅程都悄然喺佢心入面埋下咗一顆種子。有朝一日要憑本事贏返尊重，向父親證明自己嘅價值。1969年學成返嚟嘅羅康瑞滿懷抱負，想喺父親嘅庇護之外開創一番天地，但係佢都好快被家族保守勢力否決，壓得抬唔起頭。於是23歲嗰年，佢做咗一個震驚整個羅家嘅決定，親自同父親簽咗一紙借款協議，20萬港幣為起點創立瑞安建築。冇家族資源加持，都冇現成金主撐腰，只有一股唔服輸嘅狠勁。佢以孤注一擲嘅姿態開啟咗商業征程。而呢個時候，一位溫暖堅定嘅女仔走入咗佢嘅生命。何貞傑唔係名門出身，都唔係世家之女，但係喺關鍵時刻攞出全部積蓄，投入到羅康瑞剛剛起步嘅公司。最艱難嘅時候，二人連一碗飯都要對半分無過。創業最冷清嘅黑夜，屬於羅康瑞嘅時代，終於喺1980年代改革浪潮中迎來曙光。佢精準把握上海數據資源，開發瑞安廣場、新天地等時代項目，徹底奠定咗佢喺大中華地產版圖度嘅地位。到1994年，佢已經躋身亞洲頂級富豪之列，甚至擁有同地產狂人特朗普博弈嘅資本。當年特朗普因為債務問題瀕臨破產，而羅康瑞聯合鄭家純等香港富豪組成財團，以1000萬美元收購佢高達2億美元嘅債務資產。一場跨洋博弈都被稱為東方智慧對抗美式狼性嘅經典戰役。
特朗普事後反而起訴企圖收回資產，但最終敗訴收場。華爾街日報曾經評論，呢就係特朗普商業生涯中第一次被香港人上咗一課。2008年一場冇奢華排場、冇萬人圍觀嘅低調婚禮，卻喺嗰年春天轟動全港，因為新郎就係香港地產界而新娘就係剛剛同霍震霆結束27年婚姻嘅前港姐，霍家長式朱玲玲。呢一宗遲嚟嘅婚姻，唔單止重新點燃咗上世紀嗰場三人情感拉鋸戰嘅記憶，都令羅康瑞陷入咗人生中最洶湧嘅輿論風暴。記憶都令羅康瑞陷入咗人生中最洶湧嘅輿論風暴。婚訊傳出之後，最先犯難嘅唔係媒體，而係佢嘅長子羅俊成，一位被視為羅家接班人嘅年輕人，罕見公開發聲，指責父親為咗私欲毀咗成個家庭。一時間，外界將羅康瑞推上咗道德輿論嘅十字架，拋妻棄子、晚節不保、老嚟糊塗嘅指責，唔絕於耳。但係羅康瑞冇有後退半步，佢唔單止喺輿論浪潮中堅定迎娶朱玲玲，甚至傳出更驚世駭俗嘅舉動。佢提出願意同朱玲玲共享全部資產，包括名下價值逾50億港元嘅股權同不動產。呢個決定令好多家族圈入面嘅人直呼風咗，但係朱玲玲卻冇如外人所料咁欣然接受。佢坦率咁話俾羅康瑞知，我唔係為錢嫁你，呢啲資產留俾你嘅兒女更加合適。一句話既清醒又有分寸，但係世人都知唔怕明搶，就怕無聲嘅偏愛。羅康瑞呢一系列舉動，徹底打破咗羅家原本穩固嘅繼承秩序。佢嘅兩個仔女始終都冇真正接納呢位空降後母。對轉，長子羅俊成最終選擇放棄繼承家業，自立門戶創業，以行動表達立場。而女兒羅寶玉雖然接手咗父親部分產業，但係父女之間嘅親密早已唔似從前。即便係咁，到2025年，77歲嘅羅康瑞依然以14億美元身家再次登上福布斯香港富豪榜，財富依舊，權勢尚在，但係佢嘅家卻早已唔復從前咁完整。喺傳統華人社會度，家族秩序高於一切，尤其豪門中人講究傳承，講究平衡，講究體面。而羅康瑞呢一連串為愛逆行嘅舉動，無疑就係一場對傳統規則嘅公然挑戰。佢失去咗第一任妻子，同兒子斷絕來往，都令自己一手打造嘅繼承結構被徹底打亂。但係佢始終堅信呢唔係衝動，而係選擇。到呢個年紀，錢同地位已經唔重要，真正重要嘅係你有冇勇氣為自己嘅人生做個收尾。朱玲玲同羅康瑞、霍震霆之間嘅故事，就係香港豪門情局嘅一個縮影。佢展現咗愛情、權力、家族同自由之間嘅複雜糾葛。喺呢個充滿誘惑同挑戰嘅世界度，每個人都喺為自己嘅選擇付出代價，都係揾住屬於自己嗰份自由同幸福。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部跌宕起伏嘅傳奇，喺歲月嘅長河中不斷俾人尊重同回味。